路加福音第17章，耶穌留家學生講：害人犯罪嘅事係難免嘅，總係撕裂嘅事發生嘅人快嚟。佢本人用大魔術頭頂獎金跌落海度去，卡讓佢害任何一個最微細嘅人犯罪。你哋自家愛死你，假使你嘅兄弟也係姊妹犯罪，愛勸化佢那係悔改，就愛赦免佢。那係佢在一日當中得罪而失敗，特別倒轉來對你講，愛悔改咧，你也愛赦免佢。基督使徒對主講：求你本愛都有較大嘅信心。主講：但係你哋有像一粒芥菜子安泰嘅信心，就係對兩頭松樹講，連根綁起來去種在海中，佢也會tan長你哋。假使你哋當中沒有人有一個耕田也係壯陽嘅僕人，佢對田園轉來嘅事，你敢會對佢講，夾夾坐下來食飯？當然唔會。你敢唔係對佢講，為我準備食嘅，然後幾等維權來服侍我，等我食飽，你爭去食。僕人照主人嘅吩咐做事，咁講主人很愛感謝佢嘛？你哋也係同樣，當你哋做好上帝所吩咐嘅一切事情，就愛講，我哋係無路用嘅僕人，我哋所做嘅係千分分天天。耶穌在要去耶路撒冷嘅路上，經過撒瑪利亞和加利利當中嘅所在，進入一個村莊嘅時，有10個不太高嘅人對面行登來，佢哋遠遠企定，大聲喊講：耶穌，先生啊，可憐我哋！耶穌看到，就對佢哋講：你就去本祭司檢查身體。佢哋在去嘅路上，就得到強力。其中一剎看到自家已經好了，夾夾就倒轉來，大聲頌讚上帝，又仆在耶穌嘅腳前，感謝佢。呢個人係撒瑪利亞人。耶穌講：得到以後嘅人，敢唔係有識啥？能為叫佢在哪位呢？樣板只有倆撇錯嘅人倒轉來感謝上帝呢？耶穌就對佢講：看起來，好起來，你嘅信心以後而嚟。有啲法利賽人來問耶穌：愛弟上帝嘅國幾時會降臨？耶穌應講：上帝國嘅降臨並唔係目睭所看得到嘅，無人能講，看哪在哪位，也係在幾位，因為上帝嘅國就在你哋嘅心中。接定佢又對學生講：時間未到，你哋會傾向愛看人子掌權嘅時節，總係連一日也看唔到。有人會對你哋講，看哪在哪位，也係看哪在幾位，你哋唔好出去看，也唔好聽佢哋去。像入浪一海對田嘅兩片，走到田嘅幾片去，人子再臨嘅日也會安樣。總係佢一天會顯出千多苦難，本倆時代嘅人希切，像挪亞時代嘅情形，人子再臨嘅時節也會安樣。幾時代嘅人早上失靈加持，直到挪亞入大船嘅日，大水來到，將佢哋全部滅絕。人子再臨嘅時節，又會像羅得時代嘅情形。幾時代嘅人早上失靈買賣，早上耕種起屋，到羅得離開所多瑪嘅日，火老硫磺就對天堂降下來，將佢哋全部滅絕。人子顯現嘅日也會安樣。嘅日在屋當嘅唔好下來入去屋度拿佢嘅東西，同樣在天上嘅也唔好進去。愛記得羅得嘅榜樣來做見嘅，想愛保全自家生命嘅，反轉為喪失生命；喪失生命嘅，反轉為保全生命。
我老你哋講，今日暗晡，兩個人雖衝當面床，一個為書接走，一個為留下來。兩個富人家向下挨摸殺，一個為書接走，另外一個為留下來。學生問講：主啊，這條事情會發生在哪位呢？耶穌應講：神使在那位，人條也會氣息在這位。